大鄉親啊，今仔日5月20，總統賴清德就職滿2週年。總統早起是發表着談話，咱就做伙來看總統安怎講。520向國人典議就職2週年，總統賴清德做表示，嘛閣再向在野黨話話，就算立院無通完整通過國防特別預算條例，政府嘛袂屈服，會來補破網，勢必嚴重影響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，另提特別條例，並透過追加預算與提高年度預算的方式，來進行商購、委辦、國際合作，以及推動國防產業自主。不過外界嘛關注美國總統 Trump 在咧空軍1號講到對台灣軍售的議題，表示到目前治理台灣的人對話，總統賴清德敢是有甲 Trump 通話可能。其實台灣跟美國的溝通管道向來暢通，國防力量的提升、對美的軍事採購，是維護台灣安全之外，也是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必要手段。我們希望這項軍購能夠持續進行。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權利併吞台灣。不過，除了強化自我防衛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嘛提出國家安全2支卡，另外一支就是為兩岸和平來打拼。不過，賴總統無法度認同。兩隻腳並不穩定，更何況鄭麗文主席帶頭阻擋軍購，等於自斷一隻腳。跟習近平見面，又接受9·2共識，放棄台灣的主體性，等於讓中國砍斷了另外一隻腳。這樣的情況下，對台灣來講是非常危險。520的新方向，政府強調卡步愛打火災，賴總統嘛呼籲調野，共同甲底線修復掉，國家袂當分裂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